好啦，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婚林元江国小的小朋友，对着庄仔内的阿姨甲阿婶学做古早味的金瓜包啊，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让小朋友对过去的美食甲历史更加了解。 小朋友听志工的指示，咧包古早味的金瓜包，为着让小朋友更加了解乡内特色，校方专工来到东北社区做参访。他们还会弄南瓜进去，一片一片进去挤，变成南瓜挤。 元江国小的小朋友来到东北社区和庄头内底阿姨阿婶学做古早味的金瓜包啊，嘛利用社区内的几啊树的叶啊来做装饰。 回味以前做粿是粿，这个是客家版的吗？啊，回味是阮家一站医院的60年的那个黄锦树。 另外，除了做金瓜包仔以外，东北社区的乡亲嘛，带小朋友伫社区内的几啊树公园做导览参观。手做的过程，他们能够去珍惜食物，然后并且热爱我们的土地，对我们的土地说，这个是我们的家乡，有所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也希望在这样子的学习课程中，可以让他们未来对我们的家乡能够有所奉献。期待透过这项活动，会使让囡仔对过去的美食、古历史有更加深的了解。